还阁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中秋节烘肉都要注意安全。有眼科医师来分享，讲有民众挂着温馨目镜来烘肉，结果互红拍牌火炭柚啊喷入去目睭，伤着角膜。讲受着目睭的角膜会影响着视力，万不因若阁溃疡，加上细菌感染，目睭是会青霉哦。医师特别来提醒，若要烘肉，尽量莫挂温馨目镜，嘛莫坐伫个下风处，就是莫坐伫个风吹过来的方向，安尼较妥当。中秋连假，亲情好朋友同齐烘肉，有的人会风，有的人我烘肉唱。不过，若是伫温馨目镜烘肉的人，都要特别注意。这个个案的话呢，就是说在这个下风处，那别人在扇风的时候，这个火星喷发上来，就碰触到他的眼角膜，造成他的这个眼角膜的蛋白有灼伤的情况。有民众伫温馨目镜烘肉，因为坐伫咧风较透的所在，却有高温的火炭柚啊喷入去目睭内底，互伊的感冒痛着伤。若真疼，视线嘛模糊。医师检查发现，伊的感冒两白球红甲色，出现白色混淆。若是去上着感冒中心，影响视力，万不哩细菌感染，上严重，佮可能会青霉。尽量不要站在这个下风处里面，这个油啊，或者是这个火星喷发出来，造成我们这个眼睛的一个灼伤。那最好是有准备平常的这个眼镜，把隐形眼镜脱下来，然后再佩戴我们的这个一般的眼镜。那再增加用一些人工泪水，这样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。网络某一个团讲，伫温馨目镜烘肉可能会引起，咁真正有影。隐形眼镜的材质耐热度比人体皮肤或眼部组织要高，如果温度都高到会让隐形眼镜融化，那人体的皮肤或眼部组织必然已经先受伤。就算温馨目镜引起的情形无啥有可能发生，不过同款呼吁民众烘肉时上好莫挂温馨目镜，因为烘肉容易白烟，曝光中会附真侪你看袂到的幼粒泡，就有可能会掉在你的温馨目镜顶，造成细菌感染，互目睭受到伤害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